膝頭瞓喺度都紅腫熱痛，你嘅關節發緊炎。簡單嚟講咧，關節炎就係一種慢性嘅疾病啦。講緊一個關節或者多個關節發緊炎，主要嘅原因就係隨住年紀啊，或者係我哋啲勞損相關啦，令到佢產生一啲炎症嘅反應。咁香港嚟講，而家近70萬人咧，即係受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嘅困擾。而類風濕關節炎平均每1000人就會有3-4個案例，女性為主，最主要都係去消炎同埋減少嗰個摩擦。一般嚟講咧，痛到行都行唔到，瞓都紅腫熱痛咧，呢個係屬於發炎嘅階段。我哋食止痛藥、消炎藥、打針、物理治療都係做一啲嘅消炎為主嘅療愈。最重要係消炎。我哋仲有一個即時有效喺屋企都可以持續使用嘅方法。答案就係頌缽，唔係，係科學頌缽。科學頌缽咧會有獨特嘅手法，將溫度介入於你身體嘅入面。當膝頭非常之嚴重嘅發緊炎嘅時候，我哋點樣處理呢？我哋就會透過冷能啦、冰水，透過個缽嘅手法，將嗰個溫度直接咧就打入去你個膝頭哥關節入面發緊炎嘅地方，咁啊可以迅速起到消炎止痛嘅效果，就好似打咗一支消炎止痛針咁樣。科學頌缽係一套實用、有效、可解釋嘅療愈手法。如果你都受過關節炎或者係其他嘅炎症影響，想透過一套唔需要用藥物，可以隨時應用到嘅方法幫自己，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繼續去分享更多嘅資訊。或者你覺得我哋分享嘅資訊咧有用，分享出去，俾個 like 我哋啦，我哋都會繼續 keep 住同大家分享同健康有關嘅資訊。